運動咧，其實已經咧好能夠證實咧係可以減緩呢個糖尿病嘅發生啦，同埋減低心臟病嘅風險嘅。因為佢可以咧頭先講過啦，話糖尿病咧其實因為個胰島素內阻性啊，即係佢對個糖尿嗰個胰島素嘅反應唔好啊，咁你做運動咧係可以令到佢好啲嘅。咁佢除咗降低血糖之外咧，仲可以減個血壓㗎。其實係減個血壓咧係都好明顯㗎。我試過成日有病人會問，喂，開始咗食藥係咪一定要繼續食啊？其實唔係㗎，即係譬如我曾經有一個病人，佢一直食住血壓藥嘅，咁但係一直咧佢又唔得閒做運動。到咗佢退休之後咧，佢就真係有運動啦，去跑步啦，日日。咁啲血壓咧真係慢慢降咗落嚟，降到110幾，甚至100幾、90幾。咁呢個時候咧係可以停藥㗎。咁結果佢係停晒藥嘅。咁當然到後來嗰幾年即係睇咗佢5至7年啦，之後佢因為膝頭哥痛，咁佢跑唔到啦，咁血壓又慢慢升翻上嚟啦。咁到時再食翻，其實係可以嘅。咁運動當然係對於減肥係好有幫助啦，因為佢可以主要咧可能唔係由開始減肥嗰一刻有幫助，而係咧佢維持你個減輕咗個體重唔反彈呢度咧係好有幫助嘅。咁其實唔好講話淨係心臟病、糖尿病、中風啦，其實咧佢除咗呢啲血管疾病之外咧，佢亦都對於關節骨骼嘅健康咧係好重要嘅。因為做多運動嘅人咧，佢哋嘅骨質咧係強啲㗎，並且咧佢哋嘅平衡力係好啲嘅。咁所以年紀大咗會跌斷骨嘅機會咧，亦都會少啲啦。咁而都市人咧好多都瞓得唔好嘅。咁瞓得唔好，可能某部分係因為焦慮啦、抑鬱啦等等。咁而做運動咧，亦都係研究證實係可以減低個壓力啦、焦慮啦、情緒啦，並且提升整體嘅能量水平，令到人哋覺得令到自己覺得更加積極嘅。咁而日頭做多啲運動咧，其實可以調節到你晝夜嘅節奏，即係夜晚咧會瞓得好啲，更加深沉啦。咁朝頭早做嘢就有精神啲啦。另外就係或者大家冇留意嘅一樣嘢咧，就係其實運動咧，亦都真係研究證實咧，可以減低癌症風險嘅，尤其是係乳癌啦、腸癌同埋子宮內膜癌咧，係真係能夠顯著咁樣減低嘅。咁其實運動嘅好處真係太多，我呢度咧亦都羅列唔晒。咁係啦，咁真係好希望我哋大家都可以做到足夠嘅運動啦，每個禮拜。咁其實運動咧主要有2個大嘅類型嘅，一個就係帶氧運動，即係點咧會出啲汗啊，會氣促啊，會心跳快啲啊，譬如急步走啊、游水、踩單車、跳舞呢啲啦，就叫做帶氧運動啦。咁第二個就係肌力訓練，肌力訓練唔好話係為咗淨係練大隻佬喎，其實肌力訓練係亦都係每個人都需要嘅，即係好似舉重啊、用阻力帶啊、用自己嘅體重鍛鍊啲肌肉，咁增加咗個肌肉嘅含量咧，因為我哋多咗肉去代謝啲血糖啊，咁其實咧嗰個葡萄糖代謝咧亦都會好咗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要運動，要2款帶氧運動同肌力訓練都需要有，2款都需要有。咁但係做幾多咧？幾多就係希望最少每一週150分鐘中等嘅強度嘅運動。等陣會講乜嘢叫中等強度，乜嘢叫做劇烈嘅運動。劇烈咧每個禮拜咧就可以做少啲，做一半就夠啦。咁如果你想2樣嘢 mix 都得嘅，大概用跟翻個比例去增加咁就得噶啦。即係總之混合一個禮拜至少150分鐘中等強度，或者75分鐘高等強度運動，或者呢2個加埋即係mix 埋一齊分散都得。咁另外咧呢啲帶氧運動咧，希望分散喺隔日裏面舉行即係做嘅，因為驚每日做啦。有時身體未必好適應啦，亦都唔想咧大家連續幾日做完之後咧後面4日又完全唔做喎，咁就冇咗一個習慣喺度啦。咁而肌力訓練咧，希望每週有2至3次嘅對大肌肉嘅主要訓練，肌肉訓練嘅。
頭先講到中等強度運動同高等強度運動啦，高強度運動咁點樣分咧？就係中等強度運動咧，就會令到你心跳，你覺得心跳快嘅，氣有啲速嘅，你會有啲出汗嘅。但係同你跑步嗰個人咧，仍然你可以同佢傾偈嘅。咁如果你哋係去個 gym room，即係健身室嗰度做快步行嗰啲 treadmill 咧，嗰啲跑步機咧，咁你可以 set 大概5至6.5公里 per 每一個小時5至6.5公里可以 set 嘅嗰啲跑步機。咁你呢個速度咁樣行，通常咧就係一個中等強度運動啦。或者喺平地踩單車啦，即係唔上斜嘅，唔係話要比賽嘅，悠閒咁樣游水啦、跳舞啦，或者用一啲用拍打嘅球類活動，譬如係網球啊、羽毛球啊，呢啲通常都係一啲中等強度運動嚟嘅，即係唔係比賽喎，係啦，呢啲悠閒嘅活動啦。咁高強度運動咧就係辛苦啲噶啦，就係會令到你心砰咁跳啦，出晒汗啦，並且同唔到隔籬嗰個人講嘢嘅，淨係可以講到答到佢問題，用幾隻字答到個問題嘅啫。咁有啲人慢跑已經可以達到呢一個強度噶啦，有啲人要快跑啦，或者一個高強度嘅間歇訓練，而家網上咧 app 好多 YouTube 好多嘅，大家可以喺屋企跟住做。咁或者係即係單車比賽啊、競技嘅運動啊，或者打籃球，一啲呢啲要咁多走動嘅運動啊，足球、籃球呢啲咧，都係一啲比較高強度嘅運動嚟嘅，經常要走動嗰啲。好啦，頭先講完帶氧運動啦，咁第二 part 就係肌力訓練啦。肌力訓練咧，大家都唔使諗話係一定要去入到健身室啊，一定要教練教你啦，先至可以 train 到你嘅肌肉嘅。咁其實喺網上面係有好多資料，咁我呢度咧列咗幾個喺屋企已經可以做嘅肌力訓練，譬如深蹲啦，就可以訓練到呢個大腿肌肉。有好多人咧年紀大咗咧，開始覺得起唔到身啊，坐喺度或者踎喺度咧冇力起身，就係因為個四頭肌咧開始冇力。咁做深蹲呢啲動作咧，就可以維持或者增強我哋嘅四頭肌咧，去做呢啲踎低起身啊，坐低起身，維持呢啲嘅能力嘅，並且可以即係令到大家冇咁容易跌啦，即係你年紀大咗冇咁容易跌。咁呢個主要處理咧下身嘅主要肌肉群組啦。咁上身可以點樣處理鍛煉咧？譬如掌上壓啦，或者平板支撐啊，即係好似佢咁樣支撐住喺個地下嗰度，並且咧身體係要好似一個平板咁樣嘅，唔可以鬆散嘅。咁呢啲全部咧都可以鍛煉身體嘅主要肌肉群組，咁令到增加穩定性啦，亦都可以減低咧一啲日常生活我哋成日坐喺度嗰啲腰酸背痛嘅，因為佢增加咗咧我哋嘅 core muscle 嘅強度啊，咁弓箭步等等呢啲亦都係可以操練我哋嘅主要肌肉群組噶啦。呢度咧有一個叫做運動計劃嘅即係 example 啊，即係譬如可以點樣做咧？點樣安排自己運動咧？就係譬如星期一、三、五就做一啲大量運動，譬如去急步行啊、游水啊或者踩單車啦。每一、三、五咧就做30至50分鐘。咁咧中間嗰2日咧就喺屋企做一啲肌力訓練，或者去 gym room 做一啲肌力訓練。而家亦都有啲彈力帶啊，有唔同重量嘅彈力帶啊，大家可以喺網上面會有多啲嘅資訊嘅。咁每日咧都可以做一啲平衡啊，或者伸展啊，太極啊呢啲咁嘅希望維持柔韌性同埋平衡嘅運動啦。咁去到周末咧就可以屋企人一齊做啲一啲要長時間啲嘅休閒嘅運動，譬如去行山啊，去一齊跳社交舞啊，咁樣等等啦，即係或者約朋友出去玩啊，咁樣咁就好過留喺屋企咧，淨係瞓覺睇電視咁啦。咁運動咧知道係好，但係有啲乜嘢要注意咧？就係一定要循序漸進啦，尤其是大家冇運動習慣嘅話咧，一定要由短時間低強度開始，即係唔好一開始就話要落去跑10公里，唔得嘅，唔可以嘅，因為咁樣咧身體會唔習慣，會受傷噶，膝頭哥好易痛噶。咁慢慢可以由每日
10分鐘分3次開始。咁咧，其實就真係唔使一次過，你一定要去唔得啦，我要換晒鞋落去咧跑30分鐘先夠啦，唔使嘅，你可以分開佢3次，一日咧行3次，10分鐘，每次10分鐘已經得噶啦。咁而呢10分鐘咧，其實可以好輕易咁樣加入咗喺你日常生活嗰度，譬如你行翻工啦，或者要搭車嘅，早一個站落車行翻工啦，夜晚行翻屋企啦，又或者早一個站落車行翻屋企啦。要搭 lift 嘅時候唔搭 lift，我哋選擇下行樓梯啦。如果覺得上樓梯係開始比較辛苦嘅，咁可以落樓梯先啦。食晏晝飯嘅時候，食完早10分鐘，試下行翻公司，或者去公園嗰度行翻1-2個圈10分鐘之後先翻公司。咁其實朝頭早翻工10分鐘，晏晝食飯10分鐘，到夜晚放工10分鐘，其實就已經達到咗咧呢個基本嘅運動嘅需要噶啦。咁並且咧就最好揀一啲你中意嘅運動，因為咧其實做啲自己唔中意嘅嘢咧，好難長期咁樣做噶。即係你可能短期你可能達到，但係咧你好難長年累月5年10年咁樣做嘅。咁並且咧咩叫傾聽你的身體咧？就係 listen to your body， 即係話咧你要好留意自己身體嘅反應啊。一旦有唔舒服、痛楚，即係甚至係心口翳悶痛呢啲，就一定要停咯。如果你停咗之後，心口仍然係翳悶痛，甚至氣促出汗嘅話咧，呢啲就係心臟病發嘅症狀，就要緊急去醫院啦。咁可能係啦，即係大家可能會見到每年馬拉松都可能有啲人咧，因為跑馬拉松而最尾咧，可能要急救喎，或者冇咗生命跡象喎咁樣。咁其實就係可能嗰啲某一啲人咧其實冇持續咁強烈嘅運動習慣，咁而喺比賽嗰度咧，佢就去到盡啦，尤其是去到最尾嗰時要衝線嘅時候，去到盡咧，咁有時咧個身體就可能會受唔住啦，咁所以要好留意自己嘅身體嘅反應啊，即係唔好逼佢，你同佢一個好嘅拍檔嚟嘅，你同你嘅身體。